變臉雖然係源自川劇嘅國寶級藝術，但原來香港都有極具代表性嘅師傅。今日就嚟睇下香港女變臉師韋飛鴻嘅故事啦。韋飛鴻出生喺變臉世家，爸爸韋瑞群就係首位將呢一種絕技引入香港嘅國寶級變臉大師。但其實咧，佢並唔係一開始就已經中意變臉，佢都係20出頭，忽然俾爸爸問嘅一句：你到底想做啲乜嘢？而喚醒咗內心嘅舞台夢，從此就深造呢一門嘅技藝啦。不過半途出家，當然唔可能係一帆風順啦。最早嘅時候，最唔識處理嘅時候呢，就係啱啱學咗變臉，喺爸爸同埋佢啲 friend 嘅面前做，變唔走個面譜，企咗喺度發呆，唔知發生咩事咁樣。跟住然後翻落後台，拆晒所有喺度喊，質疑自己，不斷地喺度負面放大啊，乜啊，咁啊喊咗2個鐘頭。咁啊最後都係問自己嗰句：你自己仲想唔想繼續？想繼續翻去諗方法，拆解咩事，點解會咁樣，揾原因啦，揾到原因，然後練習。嘗試改進呢個都係一個對自己嘅提醒嚟嘅。失敗人人都試過嘅，咁個問題係你願唔願意繼續落去嗰件事，就係你點樣去調節自己啫嘛。憑住努力不懈嘅精神同埋獨特嘅成長環境，佢將中西方嘅文化結合喺變臉當中。例如面譜會有蜘蛛俠，音樂又會跟上韓風等等嘅新潮元素，發展出一套獨特嘅變臉藝術。而呢一種創新嘅想法，更加令佢贏得2019年世界表演藝術錦標賽嘅全球總金獎添。咁呢本書仔係咩嚟嘅呢？就係全球去美國 LA 參加呢個比賽嘅演員嘅書仔，其實入邊係有所有嘅演員嘅資訊啦，咁樣呢邊係我啦，去之前要影張相咁樣嘅，咁跟住仲有唔同地區啦，咁然後就有唔同嘅類別啦，咁樣。首先咧就會喺香港咁攞咗個金牌，佢就話：咦，你有金牌嘅資格，你就可以去美國參賽啦，咁樣。咁佢就會再經過初賽啦、決賽啦，咁啊最後咧去到一個叫做 final show 咁樣嘅。咁 final show 就係全美直播嘅一個大嘅表演，即係好似我哋去一個大嘅香港最大嘅劇院咁樣，咁就會直播睇到嘅。咁呢一個比賽係早過 Got Talent 㗎啦。咁所以以前啲人咧未睇 Got Talent 之前咧，佢哋會扭開電視就會睇到呢一個嘅 WCOPA 嘅 final show。而家嘅佢除咗唔同嘅商演之外，仲會走入校園、懲教處等等唔同嘅地方表演，目的都係推廣變臉嘅文化。我嘅理念由20幾年前到而家都係一樣，我係希望為變臉帶嚟更加多嘅面孔，有唔同嘅表演嘅可能性，真係會令人哋感受到神奇妙美、賞心悅目嘅演出咯。你又有冇睇過變臉呢？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〜